係，大家好。咁啊，同大家講一講咧，就甲級寫字樓近期咧都多咗啲成交出現啊。咁啊，其中有一個大廈咧，就之前比較少講嘅，就係上環嘅中遠大廈嚇。咁啊，所以咧今日都有唔少報章咧都有報導啊。咁係呢個上環嘅中遠大廈咧，咁啊有一個即係低層嘅單位啦。咁啊成交咗咧就有個新低嘅尺價嘅。好啦，咁呢個單位係講緊邊個咧？就係11樓嘅07室，咁啊，如果報紙度講咧，就有少少出入啦。咁佢嘅成交價登記咧，就應該買賣合約登記價咧就係2220萬。咁如果佢個建築面積1956尺嚟計咧，咁平均尺價咧就11,350蚊一尺，11,350就唔係10,900幾啦，咁啊相差咗少少啦嚇，因為嗰個登記嘅價錢就多咗啲。好啦，咁啊如果睇翻咧就呢一個成交尺價咧，咁大家都想知道下，咁究竟呢一個尺價如果對比起高峰期啊或者近期嘅成交咧，咁佢嗰個下調嘅幅度係點？咁啊同大家做咗啲資料搜集啦。其實中遠大廈咧，其實就喺1997年、98年咧，就係由新世界同埋市建局重建發展嘅一個商業項目啦。咁啊，其實佢咧就本身咧就叫做新紀元廣場嘅嚇。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印象咧，就喺上環港鐵站E2出口嗰度咧，一行過對面馬路咧，就見到新紀元廣場啦。咁啊有高座、低座兩座嘅嚇。咁啊喺兩座中間咧就有個廣場花園，好靚，好歐陸式啊，又有噴水池啊，咁啊又有一啲樓梯啊，側邊仲有啲餐飲食肆啊，咁咧好靚嘅。咁啊好多即係拍電影啊、電視劇成日都過去攞景㗎啦，已經係。咁咧其實中遠大廈咧就係新紀元廣場嘅高座。咁啊當然後期因為係中遠集團買咗佢嘅大部分嘅樓面，同埋咧就係攞埋佢個命名權咧，咁所以後期咧就叫做中遠大廈啦。好啦，咁我哋翻查翻資料咧，中遠大廈其實咧喺2018年啊，即係高峰期啦。咁大家知道2017年就係即係恒基買咗美利道停車場啦嚇，咁嗰個樓面尺價都講緊成5萬蚊一尺，就係出現喺2017年啦。咁18年打後咧就甲廈咧就開始飆升，咁咧就曾經咧就有一個30樓嘅01同埋13室咧，就喺2018年嘅4月份咧就出現過成交咧3079尺，咁啊成交咗1億2500萬咧，咁尺價係講緊40500幾，咁啊接近40600蚊一尺㗎嚇。咁啊去到2018年嘅7月份咧，亦都有啲單位成交嗱，咁又係11樓嚇，因為今次我哋去報道呢個都係11樓嘅07室，咁咧就喺2018年咧11樓嘅01室。建築面積1632尺咧，咁佢成交嘅尺價係幾多咧？係39000蚊，39000蚊。好啦，咁大家就對比啦。咁啊，究竟11樓07今次成交11350蚊一尺係一個乜嘢概念？咁大家就知道啦嚇。咁同埋咧就係大家睇一睇嗰個圖啦。嗱，如果大家睇到咧，嗱呢個咧就係中遠大廈。即係11樓嗰個平面圖，咁所以大家睇到咧就即係成交嘅呢一個單位咧，就佢就唔係向即係永樂街海景嘅嚇，咁咧佢就係望翻廣場嗰邊嘅嚇，即係新紀元廣場。咁所以如果講景觀咧，第一佢個層數都比較低啦嚇，11樓啦，咁07室亦都唔係正海景啦，咁所以如果講個尺價咧，就係即係11000幾蚊尺咧，咁就叫低層冇乜景觀嘅一個參考尺價嘅標準啦。咁但係咧就其實都同大家講下，其實除咗11樓07咧，其實11樓08室，11樓08室咁當然即係佢係一個單邊嘅位置，但係就望翻樓景嘅啫嚇，即係望翻即係背後即係大廈背後嘅。好啦，咁呢個11樓嘅08室咧，就係幾時曾經成交過咧？係喺2020年嘅5月份。2020年嘅5月份咧，11樓08室咧就成交過係
28,577蚊一尺㗎，28,500幾。咁如果對比起即係今次11樓0.7室11,000幾咧，咁佢下調嘅幅度咧，同一個樓層隔離嗰個單位，咁咧就係喺呢大約係5年間咧，就跌幅大約係60%，大約係60%，啱啱黐住隔離嘅啫嚇。咁所以大家睇到咧，其實成個即係中遠大廈咧，嗰個高低波幅其實都幾大啊。咁啊好多朋友亦都咧就攞中遠大廈嚟同邊一棟大廈比較咧？嗱，因為中遠大廈嗰個位置其實咧都叫做係上環港鐵站即係附近啦。咁啊周邊都有好多即係甲廈或者知名度高嘅大廈嘅。咁譬如信德中心啊、無限極廣場啊，咁呢啲都喺附近嘅啫。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就攞信德中心嚟同中遠大廈去做一個比較嘅。咁我又同大家講下信德中心近期一啲成交價錢啦嚇，咁啊信德中心嘅東翼即係而家招商局大廈咧，咁咧就喺3月份都有成交嘅嚇，咁啊3月份成交過一個低層單位9樓嘅01同埋20號單位，嗱咁9樓01同20號咧，咁我俾個圖大家睇睇嚇，咁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叫西環側海單邊嘅一個單位。嗱，咁呢一個單位咧就最近成交咗嘅啫嚇，咁就係2025年3月啦。咁佢成交嘅尺價咧就係14,574蚊，14,574蚊。咁個面積建築面積咧就兩個單位加埋咧就2,947尺。咁大家都知啊，其實如果講級數啊尺價嚟計咧，就信德中心咧就可能個尺價會高少少嘅嚇。咁啊，尤其是佢有啲正海景嘅單位咧，咁啊造價就即係曾經都去過係3-4萬蚊一尺嘅嚇。咁但係當然近期嘅信德中心嗰個價格都係隨住大市去回落啦。咁如果講最近呢1年度咧，咁其實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廈都有一個低價嘅成交啊。咁呢個咧就係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廈喺2024年，即係舊年10月份咧，就有一個19樓01同埋17號單位咧，就成咗12,613蚊一尺啊，12,600幾，咁啊面積大約係3,298尺。嗱咁當然啦，因為佢尺價成交低咧，咁大家睇到啦，即係如果講個圖咧，咁佢就係望樓景嘅啫嚇，即係冇乜特別景觀啦，又唔係正 lift 口，又唔係海景單位，亦唔係側海景，咁所以咧個尺價咧就會係低啲，咁就去到12,000幾。嗱咁所以咧就隨住上環中遠大廈今次呢一個11樓07嘅單位成交咧，即係呢一個單位成交咧，咁大家睇到咧甲廈基本上佢嗰個價格回落嘅幅度咧，咁如果高低波幅去比較咧，都講緊有成即係50幾啊60幾個%不等嘅都有啦。咁其實近期亦都開始多咗出現咧，就係一啲甲廈嘅新低價成交，咁啊亦都咧就吸引咗一部分嘅買家入市。咁今次買咗中遠大廈嘅呢個單位咧，嗱咁啊市場嘅消息啊，就講緊嗰個買家咧就係市場傳聞啊，買家係全國政協委員施清劉先生。咁當然啦，呢個就未得到佢自己去證實啦。咁但係咧呢位係施清劉先生咧，就近期都幾活躍嚇。咁啊最近咧亦都買咗幾位集團副主席湯文亮先生咁啊就佢自己住緊嘅一個陽明山莊嘅自住單位，作價就1.38億嚇。咁呢個買家咧就係呢位。同一位咧就係施清劉先生，咁當然啦，就呢個就未經佢本人證實係咪真係買入咗中遠大廈，咁但係今日報章咧都一路係講緊啦，咁所以大家見到咧就其實近期咧就好多甲廈嘅成交咧就出現咗，咁都係一個比較低嘅尺價，吸引到一啲用家入市，亦都吸引到一啲投資者入市，咁所以近期大家討論得比較多，究竟甲級寫字樓跌幅去到而家即係嗰個高低波幅相差去到成50%到60幾個%，係咪已經開始觸底
底咧係咪已經開始見底有承接力咧？咁呢個咧就大家都開始一路就密切留意緊啦。咁但係相信咧嗰個價格跌幅去到呢一個水平咧，咁就算仲有一部分嘅調整咧，咁嗰個跌幅嘅幅度都未必會太大啦。咁如果真係睇到一啲心儀嘅夾下咧，係咪適當時候出手入市咧？咁啊，大家都可以繼續去考慮嘅。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